双人枕头，那首唱进人心深处的双人枕头，是闽南语音乐中一段令人无法遗忘的低语，如细雨般弥漫过时光的罅隙，在悄然之间浸润了无数灵魂的角落。作词者黄国伦将生活的片段与内心的激动融合于平时语言之中，细腻而真挚的词句娓娓道来，不需要华丽铺陈，却能唤醒听者心中沉睡的柔软。每一行词语背后彷佛藏着一段尘封往事，犹如老照片般泛黄的记忆，静静述说着那段只属于两人的寂静岁月。作曲者林东松以悠远流动的旋律铺陈整体情绪走向，将旋律中的悲欢离合调和至柔和婉转的层次，恍若某夜梦醒时那枕边空落的一声叹息，缓缓飘过窗边，无声也无影。原唱江蕙则用她独特的声线赋予这首歌曲灵魂的重量，恰如其分的情感掌控让每个音符都贴近心房，像细线织成的网，将那些无法说出的话语紧紧网住，不让它们就此飘散。黄国伦笔下的文字彷佛不是创作，而是一种漠然的凝视，是将自身经历化为字句的行旅。他并未大声诉说，却在沈静中堆叠出真实的孤寂。这样的语境不只是描写两人关系的终章，更像是对曾经日常的倒影凝视。那些共枕共眠的夜晚，那些在微光中交握的指尖，如今只剩单人床的一侧仍旧温热，另一边却冷的让人不敢靠近。这首歌所传递的不仅仅是失落，更是一种关系的沉淀与体悟。当熟悉的气息隐没于时间之后，留下的只是一颗无法妥协的心与未能放下的执着。林东松的编曲以低调但层层递进的方式呈现情感的累积，他选择使用弦乐作为背景的主要氛围构建，使整体氛围宛如深夜房间内轻微起伏的呼吸声。在节奏缓慢推移之间，没有高亢激烈的转折，反而更显得内敛沉稳。每段旋律的延展都伴随着一丝哀愁，却从不滥情，使人彷佛置身于一场不愿醒来的梦境之中，隐约听见回忆的耳语在空气中盘旋。这样的编曲让歌曲更具厚度，不仅承载着歌词的重量，更强化了整体的情感共鸣，使得整首作品成为一场听觉与心理的交织旅程。江蕙的演绎从来不喧哗，她以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在温柔与坚强之间寻得平衡，唱出的是平凡生活中的深情与哀愁，并非戏剧性的高潮，而是日积月累的情感裂缝，终于在某个平静无波的夜里悄然扩大。她的嗓音像一把熟悉的钥匙，能打开记忆中那些紧锁的门扉。她不急于表达悲伤，而是在每一次呼吸之间慢慢释放那份不言而喻的感触。当她唱出那几句关于两人共眠的过往，彷佛过去的点滴一一浮现眼前，像散落的花瓣轻轻飘落枕畔，无声却充满力量。她所赋予的不仅是歌者的诠释，更是情感深处的再现，是对失去某人后仍故作坚强的日常刻画。双人枕头的意境属于内敛的悲怆，那种无声的离别往往比轰轰烈烈的决裂更为令人痛彻心扉。在这样的叙述里，没有谁对谁错，只有缘分走到尽头后的默契放手。那双曾经并肩的身影，转身之后不再回望；那曾共度长夜的枕头，如今只剩一人低语。这种情境的描绘，彷佛不是一场戏，而是真实生活的片段，让人不禁联想到自己生命中也许曾出现过的某个人，那些曾共度的时光，曾共享的寂静，如今也仅能存放在记忆深处，不敢轻易翻阅。四曲之间的完美融合，使得整首歌曲如诗如画，每一句话都像画布上的一笔，细腻地勾勒出情感轮廓。林东松在乐器的搭配与节奏的设计上展现了极高的音乐素养，弦乐与钢琴的交织，像两个灵魂在夜里互相倾诉，又像两条平行线曾经有交汇，如今却只能望向彼此消失的方向。它并未过度渲染，而是在恰当的位置给予空间，让听者自行补全故事的缺口。这种编曲策略使歌曲保有高度的开放性，让不同的听者可以投射不同的经历，形成多层次的情感回应。江蕙的诠释也使得歌曲所蕴含的悲伤更添温度。她并未试图掩饰内心的脆弱，而是坦然地将那份不愿割舍的情感呈现在歌声中。她的声音不仅传递情感，更像是用声线在书写回忆，让每一位听者在旋律流转中重新经历一次自己的故事。她的表现超越了技巧，更多的是一种生命经验的累积，是对人生各种情感状态的深切理解与沉淀。她唱的不只是歌曲，更是一段段情感的记录，一个个走过爱与离别的灵魂再次找到共鸣。双人枕头的整体构成，无一不体现出创作团队对音乐本质的尊重与用心。黄国伦以其细腻观察生活的笔触勾勒出一场不见硝烟的心灵战争，林东松以神稳细腻的配器铺设出一条通往心底的旋律之路，江蕙则用歌声将这条道路点亮，使其成为听众情感上的栖息之所。这三者间的合作形成一种绝妙的化学反应，
让整首歌超脱出单一音乐作品的范畴，转化为一种能够触动灵魂的艺术体验。歌名本身即已透露出关系的紧密与最终的落寞。双人的设计语义上隐含着曾经的依偎与如今的空缺，枕头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日常物件，代表着共享生活与亲密情感的证据。而当这样的枕头只剩一侧使用，就成为对失去的无声控诉与对过去的缄默告别。整首歌就是一场深夜的独白，是对习惯某人存在的日常的深深依恋，是面对熟悉床铺却无人相拥时的那种无能为力。这样的情境正因真实，才能引发最深沉的共鸣，才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让人潸然泪下。